昨农业部长陈吉仲亲身出面公布超市公司进口巴西鸡卵的报价单甲合约，望讲会当化解争议。也毋过，南洋民代嘛是个继续批评，讲农业部是讲无清楚。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早起嘛去监察院检举部长陈吉仲，甲农业部独立业者。国民党立委崔七来到监察院头前发口号，要告发农业部和部长陈吉仲道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王宏美指出，国内的欠粮是农委会无裁掉，伫咧欠粮了后，佮对外国进口惹出济风波，甚至佮用歹听话来叫陈吉仲。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官员又是笨蛋又是坏蛋，难道我们不能够做处理吗？还要让他继续的升官吗？要予以弹劾跟惩处。立委洪明凯嘛质疑农业部和超市签的合约根本是专工为业者打造的，超市只要提报价单就会当清款，跳sản會會用代收轉付的方式倒出錢，但是跳sản會佮發新聞稿講是超市先出錢的。那你合约是签假的吗？合约是签好玩的吗？合约是样板吗？合约是道具吗？农业部處長陳俊貴接受媒體訪問的時陣表示，代收轉付本地就是國際貿易定在用的方式，當時國際上大家攏在欠糧，若是無超市等等才會到大貿易上先出錢甲落訂單，根本都無法度搶到這糧。他所有的貨款都是他自己先垫付的，表示說超市的執行面，它是優於合約的規範。那優於合約的規範對畜試所並沒有造成任何的損失。在搶蛋的過程中，你如果沒有先付款的時候，你是沒有辦法讓這個蛋能夠順利的經過包裝而出口。雖然農業部前一日有開記者會說明，南洋的民代也是認為無甲話講好清楚，直直針對農業部和部長陳吉仲。另外，台北市議員徐卡心初七透早嘛前往北檢告發農業部長陳吉仲涉犯刑法倒利罪和貪污治罪條例等罪。記者綜合報道。